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各位欢迎收看4月8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为增加咱地方停车价位，同时提升使用效率，但市政府去年甲宏基签约，拍算建立2000个智慧停车的收费系统。据了解，该系统佫是全国甚至全球首创。目前已经伫林森路、小东路以及永康正南5街完成第一阶段422个智慧停车格，上午盛大举办启用仪式。台南市政府甲宏基智通公司合作，伫去年签订台南市智慧路边停车格 BOT 案，预计建设2000个智慧路边停车计费系统。伫第一阶段先启用422个智慧停车格，民众即马来到东区林森路、小东路，或者是永康区的正南5街，拢会当先体验到这种全国首创的科技服务。这套系统不但会当自动开单计费，阁会当使用一卡通或者是悠游卡现场缴费，或者是下载停车大声公 App 来付钱。比较过去爱摕单啊到超商缴费，更加省时便利又阁环保。很感谢宏基公司能够和这个创台湾的先例，也是创世界的先例，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智慧停车系统。一方面创造了很多外部效益无纸化。然后这个有很多的多元支付，然后减少这个绕等停车这个的一个空转、隐形空转的，减少空污等等等等，这个都是一个智慧城市的一个这个先行者。我们觉得其实很荣幸。那台南即便现在是大概2000了，1万多个停车位，大概2000个停车位能够建置这样的系统。未来我们希望说能够逐步扩大。早日达到经济规模。今天非常谢谢市长跟局长提供这样的舞台，让我们的人才能够有一个磨练的一个基础。实质上，这个案子已经受到全世界的重视。去年在印度的一个世界智通信创新应用的一个大会里面，把这个案子变成一个世界上创新的一个案例，新典范就是很重要的。我们也希望呢，整个未来智通信产业发展，要把附加价值再提高的话，实质上是有待于比较我们智慧城乡国内的一个需求，给这个舞台，把我们的历练的这个技术整合起来，创造更高价值，能够国际化。为了鼓励更侪民众使用智慧停车格，为即马开始，一直到7月8号以前，只要是使用悠游卡或者是一卡通现场落费，阁会当享有折扣优惠，让民众感受到便利的科技服务以外，嘛会当省钱哦。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原本青阳当土的台南六福旅馆，结果因为六福集团的债务危机，经济法庭毛原东地市开发案个停顿落来。不过上午经发局正式议员陈定质询相关的进度。会中局长肖富林指出，目前南山人寿已经找到新的合作对象，将继续兴建有12层楼的观光饭店等重大投资。议员陈定表示，一般民众若发现路顶有出现鸟啃的尸体，第一时间通报支付以后，敢有甚物标准作业流程？因为传闻只要是环保局处理，就当作废弃物但本所场，让民众有真无好的观感。所以进一步要求市府参考台北去年所试办的标准流程，有专营商有配合民间宠物民众厝顶顶的作业。希望共款打造动物友善的城市。对此，局长嘛表示，这方面的目标一致会尽全力规划。我们农业局这边其实应该有一个标准的一个作业流程，我们是讲向上先搞上先出力啦，安尼听起来就奇怪嘞。我们会同环保局一起去处理。一起去处理嘛，应该是一起，然后同步来处理才是比较合理的方式嘛。另外，有关去年3月原本北区东地市的开发案，伫六福集团退出市场以后，和市民拢相当失望。
所以议员进一步要求建发局持续了解该案的开发进度。对此，局长表示，每个月投资回报拢有追踪。目前南山人寿已经找到新的合作对象，共款的去12层楼的观光饭店。目前它整个规划案，它后续的一个合作的一个伙伴已经找到了。那预定是要盖12楼的一个建筑物。还有包含观光饭店，还有那个电影城，另外还有1、2楼。打造台南特色的一个商城，这个部分后续来就会开始做一个启动的一个作业。当然，听到这个消息当然是比较开心的啦，因为其实这个地方，因为东帝士的整个没落之后，其实对整个地方的发展都产生非常非常大的影响那之前好不容易听到说，六福皇宫要来了，那这个地方有一个契机了，那后来又撤掉了那现在局长是说。目前有找到一个合作伙伴了，大概是未来是以按照12楼有观光饭店、有商场、有影城，还有特色的一些商店那这目前它的一个规划是这样子的。局长回答对着市府并观光加恢复当地小百爱欢迎，相信拢互民众再次抱起希望。但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大家要注意，目前广告正全力奉上政府补助买冷气、冰箱上关到3000块。不过，议员柯丽丽相当不满的是，之前曾经开过记者会来检讨民众申请补助作业上过麻烦，但一直到今，民众反应也是同款。所以，上午议员伫建发局的工作报告再次批评，要求申请补助一定要简单方便。因为市府日前公告设备汰换甲智慧用电的补助计划，补助对象对服务业甲公共场所扩大到客家，互民众伫换新冰箱甲冷气，每一台上侪当补助3000块来符合节能环保。不过因为申请的手续麻烦，议员柯丽丽质疑对了成效无好，甚至颠倒引起民怨。上午伫建发局的工作报告相当不满，再次要求简化。也是设立咨询的单一参考。希望你们要再更简化一点。中央既然已经编了50几亿的这个叫做汰换设备，就是希望能够把以前过去用电比较高的旧电器把它汰换嘛。那你弄了很多繁琐的。公开拍片要上人红包，各港各地，这一部分确实我们已经比其他的县市那因为现在更简化，广告已经出去了，我希望你要辅导这些电器工会。另外，伫东京电力等国际大厂投资台南热能以后，台盐、友达等公司嘛宣示3档内投资金额高达500亿。不过，议员柯丽丽烦恼的是，未来包括农地、盐地、渔业地，若拢假设太阳光电虽然是好事，但后续用电配电如何管理？要求建发局就地方的宽限提早应用。但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上午议会伫建发局的工作报告当中，议员林美燕甲刘维英分别针对摊商的权益来争取。包括管理传统市场的转型沟通，以及渔港岛正式合法摊商的专区等等，希望市府徛伫各百姓拼经济立场，一定要尽全力来辅导。议员林美燕表示，管理传统市场，市府拍算用委外经营方式来转型，参照台北、高雄的市场模式。不过，因为过去市府 BOT 失败个案，互当地摊贩一听到拢无信心，加上如何安置，嘛无伫说明会交代，所以议员强烈要求市府一定要尽全力沟通。你只要甲开放的 BOT 啊，你有晓得无？这条台湾别有一个开 BOT， 他们非常的担心。因为那啥，未来他们何去何从？这个所在有隔代的，有3代的，在面就经营已经很久了。你如果去安置他们，你有没有讲得一套方法出来？你敢讲我们要 BOT， 我们要怎么样？多好多好，多好是你在讲的啦。有很多都是因为呢，为啊是失败的，所以你不要让好人那一块这一线的台湾朋友的一个信心，你都没有去跟他们就面对面沟通。你无回讲，我到底是要怎做？完全没有端出牛肉来。
另外，同款有关团商的权益，议员刘伟英表示，第二届渔光岛艺术节伫开幕以后，1礼拜时间，等吸引超过8万人出来参观。议员认为，艺术节的成功除了带动观光，嘛希望人拢来，就是爱互地方趁钱，所以要求市府找出适当的所在来设立合法的摊贩专区。刚好一块合法的这个摊贩的这个专区。可以让这个摊贩来，一方面也可以满足这个现场来渔光岛观光、消费的这个人潮啊，一方面买当地地方带来相关的收益，有办法吗？针对渔光岛或者是安平港西区它的一个招商这个部分，我们会跟港务公司来协助了哈，来密切保持联系。另外，针对那个所谓摊贩管理的一个部分呢，那这一部分我们已经在跟公所这边来谈到底指定适当的一个区域来设置那个摊贩管理区。那这一个部分如果有特定的一个区域或者比较适当的区域划设好了，谈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会辅导业者来跟我们申请。谈到什么样的程度？接选议员透过了解，才知影元旦市区除了伊的选区原理，也有无自来水通用问题。其实经发局表示，包括气温地、农地加新开辟的道路，目前也至少有205户需要增设，已经向中央争取2亿外改善计划，希望用户耐心等待。今日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先新闻节目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人爱读册。为期24天的议会灯会，7号暗时圆满结束，不但创下26万人次的参观纪录，而且逐天拢有抽奖，吸引侪从来唔捌来议会市民，又近了议会甲民众之间的距离，下面就做回来回顾当时闹热精彩画面。点点台南一起秀，小小台湾灯会，伫咧经过24天的展出以后，伫4月7号暗时进行圆满的闭幕典礼。现场除了邀请国外舞者跳出精彩表演以外，最后一天的灯会嘛特别加码，抽出了侪好礼。由议员点下好歌后，一面唱歌，一面甲大凯乡亲来互动。掌声响起来，我心更明白，你的爱将与我同在。掌声响起来，我心更明白，歌声教会我的这届议会小小灯会成功吸引到26万人次的参观人潮，大家拢爱欣赏到会顶当时也闪闪五彩，确实也带动了附近的商机。咱小小灯会除了在晚上吸引了众多的人潮以外，第二次嘛有足多家庭规家伙仔来这来看会顶。之前台南市议会拢有人认为呢，是一个足严肃、敬重的这个所在。但是办了灯会了后，大家的反映，台南市市议会是一个接地气，而且容易接近的所在。唔定会当来会顶有真好的观看的这个所在，而且周遭的环境嘛变得较水。小小灯会除了有精彩的花灯，还有经典的泰迪熊的展出，
街头艺人的表演以及摸彩的活动，因此咱写下了36万人以上的历史的记录。当全国拢在拼选举的时阵，咱台南市议会努力伫咧拼经济。这届定位成功吸引了足济的这个外县市的观光客来到台南市相会场，包括台北、桃园、苗栗、台中、高雄、南投，甚至伫花莲、台东，伊就来到台南市这届假日来到这看定位，而且大家对咱的活动非常的热闹，欢喜间的这届定位成功的演出。互所有人潮来台南市议会看灯的时阵，也促进着周边的商圈甲消费。台南市议会带来的经济效益，也互咱见证台南是一个好耍、好看又好食、美好的所在。议会谢谢灯会不但互民众摸彩抽奖的礼品，更是有精彩的烟火表演作为最后的惊喜，互在场民众看甲有够入迷。这届谢谢灯会大成功，嘛互议会甲民众之间距离来友近，互大家更加喜爱台南市议会。台南新闻网1号采访报道。搭配中央春游的补助专案，咱台南个加码推出限定好康，背后市长黄伟哲亲自来公布，欢迎全国朋友把机会拢来台南旅行。市府表示，不但当享受补助，也阁有设购节、送限定商品等5大好康。台南一直是个人出游的热门城市，市府配合中央自由行以及团体旅游奖助政策，伫5、6月期间，市府更增加真侪旅游优惠方案，包含平常时免费参观4大古迹甲台湾村园区。大房送好礼，用大房发票换古迹限量商品，以及抽台南大阪、台南香港来回机票等，相当侪好康就等着全国民众来台南佚佗摕好礼。礼拜天晚上到礼拜4晚上这一段时间，来入住呢，它可以享有就是500元的一个折扣，这是第一重。那另外呢，还有第2重呢，就是来我们的经典小镇盐水。跟后壁呢，还可以再享有第2次的一个500元的补助。那这个部分呢，它2000万的额度呢，大概就只有4万个名额。5、6月一起游台南，有5大好康。那这5大好康呢，其实我们的构思就是补助总是会有用完的时候，而且它有额度的上限嘛。我们希望呢，能够把有限的资源用在就是扩大效益上面。所以我们提出的5大好康，包括呢，在5、6月份的周1到周5。就是让所有来台南旅游的旅客都可以免费畅游我们文化局的5个古迹景点以及最夯的那个台湾船园区。自由行补助这个就是中央的钱但是他们大多数的县市是用在4月份的，所以等他们4月份没有子弹了后，5月份我们就来了但是4月份我们很强，因为4月份又有春假。又有很多活动，那5月份我们也有很多活动我们有博物馆节，那个配合博物馆惊魂记第3集的但是我们有很多好的活动，刚刚副局长也跟我们报告过了，很多文化的活动，很多知性的活动，我们都会在5月、6月发生，所以台南的5月、6月绝对不是5穷6绝，绝对不是淡季，绝对是有很多好吃好玩，不会好无聊的这个活动在举办。市府表示，自今年5月1号开始，只要来到台南市佚佗，游客除了会当享有中央推出的春游奖助以及5大限定好康外，接煞还有梅岭赏樱季、虎头埤阿波罗花季、台南5月音乐节、台南国际凉州锦标赛、指定化石园区的开幕，6月还有台南国际山野节等。丰富多元的活动，就等你亲身来耍看卖。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为纪念柯姐甲杨三郎对台南早年音乐历史贡献，由台南爱乐乐团甲建筑师蔡章共同发起的纪念音乐会，吸引侪民众前来欣赏。包括柯姐后代子孙嘛，特别对美国登来参加，表达对柯姐满满笑脸。
一开场就用改编的口罩组合曲来传达出对口罩这位台湾早期音乐家满满的尊敬之意。这场为着要纪念口罩甲杨三郎的音乐会，负责主办的台南爱乐乐团团长唐旦祥也特别用心，加入了侪台湾的元素，让音乐会变得更加丰富。这一次整场的许时100家杨三郎音乐会，包括许时和杨三郎的许多作品呢，我们都重新加以改编，而且呢，考证了许多历史的典故，比方说在港口里面渔船进港的时候，会有锣声或者是也加了许多的台湾味南洋风，希望大家喜欢。那100年，我想应该要开始有一些我们对100年前的人物所写的音乐，到今天会呈现什么样子的样貌，应该有一点点了解或者有一点点诠释，所以我们就开始去做这个事情。那跟唐旦祥先生因为一直都是很熟悉的好朋友，所以就拜托他来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也因为是一个比较实验性的场所，所以我也想想看看这个实验性的场所在这样子的音乐会是不是有可能有一点机会给人家不同的感觉，那包括是用了光雕跟用了跟音乐的组合，那这是比较尝试性的东西。当时口罩甲杨三郎的家属嘛拢出席这场重要的音乐会，并伫咧现场分享这两位大音乐家伫咧创作甲生活上的故事，让这场音乐会变得更加温馨，也充满了纪念意义。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为了降低子宫颈癌的发现率，目前入土病毒疫苗有相当程度效果。不过因为传闻有新的妇女或是少女并不适合做这种疫苗，所以现在病院透过记者会特别做出澄清。有真侪民众拢会认为，有新的妇人人或者是少女袂当注射 HPV 乳突状病毒疫苗。对此，新台病院妇产科的钟医师做出了专业回应。妈妈到长大怀孕的时候，其实第一个是保护力变弱，不见得对于这个疾病有抵抗力。然后再来就是大人感染通常不会有严重的并发症，但是如果说妈妈或者是家人感染了，他们没有什么症状，但是他有可能会传播出去，因为即使没有症状，他也是有可能会传染给小孩子。其实子宫颈癌的发生，当然一方面是因为病毒的感染，另外一方面则是跟免疫力有相关。所以在这些小孩子身上，因为他们年纪小，第一个是还没发生性行为，所以他们打的效果会最好。再来就是小孩子小的时候，其实免疫力诱发会比较好。这款 HPV 乳突状病毒的疫苗，除了防止子宫的病变，也未产生其他副作用。医师也请民众放心。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变化。明仔是好天，有时这份天气温度24度到30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6级。感谢收看4月8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咱再会。